大擂台，闹熱湧下來。大家好，鄉親朋友，我係羅時豐哈。哎，金啊！哎呦，今日強強係特別計劃，一個計劃不得了，不得了嘞！今日搶來一個來賓啊，全部靠他們的嘴巴吃飯。靠嘴巴吃飯的，哦，真的哈，真的。對呀，那你是靠什麼吃飯的？我是靠我的身材和臉蛋。很快主持人就有。對對，今天邀請到這幾位啊，真的是各方之霸，真的耶。對呀，都是佼佼者啦！哎呦，因為我搶的都幾啊，都我們想唔到，哎，自動你真的懂厲害耶！嘿呀，什麼人脈都用盡了。是，哎呦，歡迎你們，哇，歡迎！真的，願意來上我們這種小節目哈，真的不好意思過來，因為有小小的一個比賽啦，有個比賽賽制。哎，而不是這個衝過的，平常是講法的。哎，幾啊都講法，但是哎，我講法人，某一天會衝過哎。哎，你自己對號入座呀！對啊，入座，快嘛，虧死了，等下聽聽就知道啦。躺着底啦，冇法度衝過啦。哎呦，好啦，急真係要比賽啊！比賽有獎金哦，有獎金呢，唔係隨便衝啊，用過去了，提名有幾多錢？哎，500塊嘞，500啊，後面幾個零？2個零，大概有10個零。哦喲，很多哦，印尼盾。變成平分哦，好吧，再多也沒有我的份啊，沒關係。講到印尼哈，有一次去印尼也是啊，改天有機會再聊哈。來，介紹評審老師哈，來。來，72先生，黃翠鳳先生，羅桂麗先生。日歡迎 TV， 哎呀，你不得了，有冇？不得了，哎，從來不上節目的呢，冇，從來唔是上節目呢。係唔係演嘅關係嘛？係唔知咧，唔睇演嘅關係冇，問下醫生啲啦。哎呀，這位 TV 係彭家棟帶來3位案件。哎呀，嚟睇嗰度。什麼嘢案件？什麼嘢案件？就搶嘅一地方。怕怕的牙齒，碰碰嘅嘴唇，握住啊我的頭髮。什麼嘢案件？什麼嘢案件？就搶嘅沒有辦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實在是電影上。風花都要來砸，什麼嘢案件愛馬殺，愛上都是朋友好殺，愛愛不會差。風花都要來砸，什麼嘢案件愛馬殺，愛上都是朋友好殺，愛愛不會差。哎呦，學妹，哎呦，東叫無愧啊！哎呀，吉娜姐好，家東姐，他個是幾啦？我撞過了，他的背面好性感哦，性感啊！來，有嗎？哎呦，青春痘好多啊！你怎麼 Q 人家背面？皮膚還不錯，真的還行。哎呦，你怎麼會願意來爽啊？你要到節目嘛？因為你沒關係，你們沒關係啊？正經黑哦，哦，因為你知道，哎，我跟你講，他在人家的中部地區啊，他主持他不止南掛中，哎，中部的沒有，左水西南北都是他的，幾乎了，沒有，我只是第2名，第1名啊，還有第1名啊，找不到。哎呀，主持，所以我跟你講，說到主持，我們真的是對跟他來講的比哦，真的遜色太多。沒有，你是學長啊，怎麼敢當啊？他只是年紀是學長。對呀，主持的功力啊，真的要跟你比不上。沒有，因為你的主持功力真的太強了。但是我看你那個資料哦，你說你在主持的時候有遇到難搞的，會碰到你像我矮妹接吹哈又讀高嘛，有啊，他在舞台上也是很照顧我。哎呀，不要這樣講。對，
真的您客气了。那你会有碰到，好像有碰到说，比较难搞的艺人。那个艺人呢，他也是属于搞笑又有出唱片的。搞笑，然后不要猜是谁。然后呢，已经有耳闻他有这个大头症。但是呢，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一般你知道吗？你们艺人很好赚嘛，对不对？3+1，4手50万嘛。哎呦，对，50万比多过来讲，他这个是填牙缝的呢。对，所以它里面都金牙。真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唱个2首就要访问了嘛。我就访问了。结果你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很爱玩，那时候年轻，然后很爱去酒店，然后讲话呢就是哇塞嘞一台车。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呀，那我们要有来有往啊。你既然这样子，我不能在这边。奥莱跟捧够啊，我不能在那边假高尚啊，我就跟你来，对不对？你也凑回去，我没有用凑的啦，我是讲我录恁阿母的存钱筒，我塞恁爸爸那台车，当我讲到第3句，他就脸很不好看，转头就走。哇哦，对，那么没风度。对我那时候我也愣了一下，我想。你是给人呢？你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结果后来呢，我们刚好下一组艺人已经出现了，我们就顺势就邀请了下一位。对，然后下去休息的时候，主办单位就叫我去道歉。我想哈，这么盖，为什么？还要你道歉？对啊，我好想唱那一首《为虾米》，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道歉？然后他就说他翻脸，他有2首歌呢。对，他有2首歌。然后那时候他正夯，然后我就去道歉，对，然后他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再唱一首歌，钱就领了。对啊，主持按 Q 因为应该有活动，我有一些糗事啊，或者什么趣事。有也多啊，記得着内衣。内在美，不辣甲，对，不辣甲的客家话我就忘记怎么讲。嫩骨衫嘛，有这样说，嫩骨衫嘛，嫩骨嘎。对，因为我那一天穿很淡的颜色，浅黄色，然后主持的时候会这样，一直这样子。对，因为你怕它太出来。对啊，也有一些鸡突什么之类的。好想看。其實我嘛有，我未有。好啦，咩有？我未有。你未有？有一回啊，我咧頭開舞台上嘅面上啊，跳前有因咧跳舞嘛，跳舞嘅年下有給你啊，9八的啊，去開嘅時候誒，我是跌到。來，請看。開嘅時間你就跌到咧，上台嘅時間就跌到啊。唔過好家仔，我普通戲吼有咧練身體啊，去開看到，所以我去開嘅時候啊，我是劈腿。哇！你男朋友沒有怎樣吧？那現在來劈一下看看。是。你穿這個雨衣可以劈腿。你好像要打架了。哎呦！你跟舞台融合一體呢？哎呦，這種女生不能教，我跟你講。為什麼？好厲害哦！說劈就劈誒，真的。舞蹈底子應該。唔怪你根本要比賽衝過啦，拍攝啦。哎呦，衝退了哈！衝退不是公安中來趕高鐵，來，送到來啊！唱評審欣賞公平一下啦，這樣子。這位老師有聽過他唱？我有，不敢，這個嘉東這個天后呢，嘉東姐真的是天后，真的主持天后。你看你照該閃出底個天后級的，有哪一個像他可以撐得起這 bling bling？ 哎呦，害我現在害我哋啊，見看佢都帶有超有重。老師很容易就欣賞。有啦，你嘅合家觀賞的節目有。我講主持人最厲害地方係乜嘢？其實主持要共同都發，其實他們很會運用聲音，會用丹田。故說我給他唱過有力哦，而且他唱歌的那個斷句是很不一樣，什麼也有點說話像唱歌的感覺。那時候懂厲害，而且他最後那一句“愛愛唔可以差”，那個你知道拉那個長音，開玩笑，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真勁呢。但是還有但是，沒有啦，我的意思是說，主持人還要顧他嗓音，有響時候，我相信你之前應該是黃鶯出谷，對不對？你現在是老鷹出閘。
好啦，从业现做表现得当好，好，那希望 Hellboy 因为疫情比较虚缓嘛，希望你越来越接很多工作，加油加油！好，来看一下价格分数哦，看一下，还要看董嘅分数，谢谢。95，哎呦，不得了！我很听他的话，主持人要95，我就给他95。加好加满，哎，那96早知道不是，早知道就是98加满。还要98加满。谢谢老师。哎呦，亲狗粉那就先请你坐上卫冕者宝座。跟某一多少你坐对你梦周在床下休息了哈。他有彩蛋，还有彩蛋啊！厉害，打天喵。现在而已呀，现在而已啦，现在啊，希望你继续保持下去，好不好？啊，不要跟我抢，不要跟我抢，呛筹，反正你等一下去搭高铁了嘛，哈。哎呦，那椅子我们还要用10年，要小心坐。对啊，我唔记得摸你那哪位行啊哈？啊，东势大埔，董西卡，东势太埔，太埔卡啊哈。太埔，会讲嘛？会讲嘛？会啊，会啊。爱讲的，跟大家不一样。太高，罗拉，各地语言真的都不一样。哦，转来嘞，对。好了，俺的 TV，俺的家东姐姐， TV 俺就会冇嗓音嘞。家东姐姐冲的嘞，好不好？现在她第一了哈。俺的沙好了，油枪都蛮赢的。哦，沙雷正劲哦，总把田带来，颜柳清风。哎，条歌后堂。后堂哎。你敢冲得出来？给俺听，唐宽啊。哦，会不会破坏到这首歌？梗唔怕，就拍啥抽屉苗。邊邊的啦哈。呀，按好嗰個誒，我做唔到亂創啊，咁講。唔是也好夢，天茫公主紅錯，唔管你有幾多煩惱，唔是對因果，眼淚你嘅過夢，流汗那流水哟，心如離子盼夢嘅個世界有條路。就绵绵给爬松，他的一高年给冲流，航过一头一头翻翻三条心思去一空。楼阳楼吹江风，锵锵吹过春夏与秋冬，长春梦满凝梦，为了家庭。一生有幾路，讓劉海點點頭，坐等他的故事慢慢講。兩下往愛走過你的路，兩下往愛走過你的路。你很地的哦，刚多到了，刚好像是魏哥的对嘴，老王卖瓜，哎，你当年大擂腿哦，遇到金木叶太气高，我们特别调整的啊，真的哦，哎，正经，刚放半唱带是不是？对，讲一下你的经历，主持人吓死你们哦，他信你去甲讲好嘞，來，他信，聽先就去過個美國啊，美國主持個那個世界華人春晚。哇！嘿，在洛杉磯那片，哦呦，全世界放映都看得到，全世界的放映，还有一个英國主持奮力啦，还有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巨蛋，我有站上去过，小巨蛋哦，不是那边递麦克风的哦，你是去那边办追思会还是什么？办桌，还是摸，还是去听佛经的？南无啊！哦，对，很多佛教道大会，对，会在那边办呢。该东西嘿那个 OEC 啊，就是那个海硕杯国际女子网球比赛嘿都两片批判的，然后他们最后的那个总决赛到颁奖典礼嘿来 live 主持。哎，这个光听他那个几个经历，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很少达得到的。哎呀，应该没有懂得呢，不知所措的一种经验嘛，紧张的经验，
面有冇？因为有上次读了总去加个布拉夹，记得走动。哦，白冰冰是有一次是那种布拉夹脱掉以后啊，走出场这样子，哎，是勾在他的，有没有？应该有听过吧？勾在他的礼服后面呢。哎呦，那就一直被延长，以为是特别造型啊，有没有？观众好开心哦！哇，收视的高点这样。好了，那故事哦，就是我不知所措的经验嘿。该东西哦嘿，因为俺去高雄啊，就是高雄有那个他们的高雄巨蛋。该东西是一个很大型的双板应该那种就是直销表扬大会啊。那直销表扬大会因为给我彩排啊，因为该黑总在出错啊，所以彩排时间都很长哦，彩排一整天这样子，结果呢都上台之前哦，我就想说小睡一下，等下续航力好冲嘛。结果呢一睡啊，没声音，我的声音哦没有。有声音呢，一摔哦，声音还没开，锁住了嘞。结果呢，该经纪人很紧张哦，因为这是老客户啊，因为老客户摸嘞，还是摸签啊，几时摸签传啊，所以他就拉着我在高雄的大街小巷，因为该东西还摆六。诊所摸快，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结果排队，因为很少开了嘛，排队很长哦。我那个经纪人差点跪在那个柜台那边讲拜托，让我们插队，因为那个马上要上台了，只剩不到30分钟了。对。后来呢，就给我蒸一下，然后又给我打了一些针，类固醇，我不知道什么，我就跟他讲说，那我骂爽他，因为我要主持5个小时，卡斯摸上映哦，你知道那种直销表扬大会都是很慷慨、很激昂的。对呀，那个种什么什么飞马领队得奖的是罗时丰呀！那如果手瞎的话呢？罗时丰，是长够粗了呀。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蛮好的啦，但是也是让我觉得说，哎呦，原来主持也是会有除了能力之外的市场。后来我觉得其实波夫奇嘎个黑龙啊，也是专业的表现之一。真的，那当然，这就是职业道德嘛。对，因为在舞台上，人家就会厚的糖也给嗓音表演嘛，对吗？我硬係知道哦，有時就係一種專業嘅表演，就算你冇上嘞，但係你喺上台嘅時間。吃演，你这嗓就会出来，真的意志力，肾上腺素就靠肾上腺素燃烧就冲。对，千惠你有，千惠也有那种相同的。台风天有一拜啊，有一场黑第一会影响到你的嗓音啊？不会影响到我的声音，很多就是会影响造型。你难道会没声音？你这样冲到位就冇嗓，唔怕啦，就係有一拜啦，就係風采來咧，他還給你呢有一個縱觀等級，就是 VIP 等級的晚宴。但是呢，那個新聞就宣布講，風采要來了嘛，給一壓。嘅風就印來印台，睇下跳有冇就印來啊，印比，再來呢，出嚟表演嘅樂團啊，佢哋嘅出來嘅嗓都係，哎呦，對，嗓就出來哦。再來睇下這班的時間，太嗓迸發，很多嘛嘅，越來越太嗓，再來出嚟那個帝王帳帳篷就會演起來了，親密很用哎，就帝王帳跟帝王帳中間不是有一根柱子嗎？是音響大哥和所有的觀眾演員，睇下很難聽嘅柱。哎呦，哇，大到這麼大。主辦單位還要辦，就會睇個是因為其實都是環環相扣，因為關係到就出差表演可能本來3數嘛，就變成2數嘛，再來。太感還要實體啦，然後呢，可能就是就9點愛實體，他還8點就實體。該這故事係咪後來日本人寫的那個童話故事？是不是就是那個綠野仙蹤的故事？對，就是陶樂斯，真人真事，然後就遇到那個樵夫跟獅子。對，然後他只要這樣咔咔一下，他又可以跳到另外地方。其實你們都錯，剛剛那個是3隻小豬的故事。3隻小豬啊，對，難怪好那個，這樣呼一吹就走了，長官就好了，分享每一個人不同的經驗哈，來，談一下，像吹風先生的公平啊嘞，博謙小朋友哈，他是按周是出頭嚟嘛哈，我去到呢時因為按周是出頭，所以闖過啊個颱風啊很穩健，韓國呢又係這個是周遊列國哈，所以周遊哦。還要 Q， 那個重點在列國啊，所以應該跟填充列闖的時間還會帶動唱哈。那我在想，你這個是不是只是唱着這個
把那个气氛只是把它带动而已。哎，冇想到伊从最尾嘅期，是真就动入感情。啊，你下我爱照顾你到咯，我就动感通。哎，所以去到就是有位唱有位主持。哦，对对对，哎，之前有个节目必须歌哈，有哦，哎呀，必须时间唱那种水平，ton根本也冇空用啊。哎呀，就后来就转17家。对呀，对呀，哎，今天唱的真好呢，很棒。谢谢。对呀对呀，来看一下哪个分数来。看一下钟北强嘅分数。有一回啊，我亲自到3支咧表演，不过呢，我暗夜要去讲义，我读开讲义的时候啊，读开始的时候剩30分钟，我切现吼，大家讲我的伞啊，我的麦克风啊，就倒面去先空在边，倒闭的时候剩10秒，10秒，那是走，下去，啊，看大幕一开到。啦啦啦啦，爱突然上，大天发本期啊，用不用而家全係衝過，要得唔衝喎？哎，神醫懂甜啊，清甜啊，好甜咧，要冷嚟傾。哎呦，係啊。看一下鐘北強嘅分數。哇！谢谢干爹干妈，谢谢。对，哎呦，96了，哎，你可以去赶高铁了。嘉东姐，谢谢，受其换位，来，我这么近哦，我帮他检查嘉东姐有没有穿不拉夹，是吧？轮得到你吗？当然是罗哥。哎，恭喜！现在你第一哈，谢谢，谢谢，轩梦，谢谢。哎呀，嘉东姐慢走，登上卫冕者宝座哈。嘿，谢谢。那个。来，沙哈了，沙了啊，两米厉害了，林批贤带来风行喜里行。好来，躺快来，好来。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假使爱上你，爱会点点看天堂。假使一相爱，就都爱梦都发伤。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尽量勇敢的一路往常，时间让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哇，林批贤赚了！声音有，哎，你不要倒下去了，倒下去。最近这很敏感啊，站好，对，以后来，倒下去会跟那个地板融为一体了。对，我怕不小心没看到你踩过去，崩死嘞哦。这来闹的了。无，去冲过按认真嘞，懂认真啊。爱真认真，不过无好听。哦，无上端啊，表现体面，其他上端人面啾啾体面，懂认真，有同一个情感啊。哎呀，对，冲过来判若两人呢。真的，不说话多好。哎呦，唱歌完全是另外一个封面。少女，我都以为你歌星了呢。对啊。嘿，
没法突出唱片。你真的拿他演一些，他那个啦，云林杨丞琳呐，云林杨丞琳，对，哦，他是云林杨丞琳，对，真的。没啦，黑电影哈，打黑陈琳呐，云林杨丞琳啦。好了，等一下会。哎，聊到主持人正经哦，没有 Q 都硬要 Q 自己，奇怪的正经。哦，哎呦，主持经历有多久啦？一久诶。其实我唔係在主持的，没主持，你是主持啥物？无你是做啥物？唔係啦，應該我講吼，我普通是係做戲的啊，做戲的，主持係有人請愛開，愛長會開啦。哦，有人請你主持，你張會去主持，他才會開啦，對啦，他才會開，開。有人請開，你張會開，哦，伊啦。唔講我經驗有主持家係易碎節，易碎節嘅主持人，易碎節就是那個玻璃易碎啦，玻璃易碎。小心轻放那个节目是不是？哎呦，每年都有易碎节啦。当年做还唔去主持啊？冇啦，今年呐。那你应该那个没有什么深刻的主持经历啊？有吗？其他的你看哦，都东。我冇唔講我表演的師傅有。我表演的師傅，師傅，表演的時間，表演的時間有度高啦哦。有一回啊，我親自到三支咧表演，唔過呢，我暗夜學佢講語，我讀佢講語嘅師傅啊，讀開始嘅師傅剩30分鐘。我前係吼，大家講我嘅傘啊，我嘅麥克風啊，就到咪去先空在邊，到尾嘅師傅剩10秒。10秒，那是走，下去啊！开大幕一开，我就你是白冰冰吧？哦，哇哦，就那么关键时刻，就双腿嘞，哇！大幕一开，我刚好挂好麦。哎，其实很可爱。对，哎，你们主持有没有碰到那种比如要访问查个时间，有像等他家东家。我们在，我都讲，主持的时间，下一位跟那场最朋友，还蛮多时间用哎。表演者没有到啊，怎么办？我有一擺係因為我留客家電視台復起來嘅節目，佢當接係 live 嘅節目，現場出播。哎呀，現場出播呀，來賓本來講好時間都4點嘅錄影，啊唔過一切都係忙來，啊結果好得啦，慢嘢，都唔得講，好得嘅係要天衣灑來賓，啊我就老亞3人係忙來嘅。他的段落把它挪到下一段來講，題目就直接在4點開昂之前趕快換題目。哦喲，那請緊張。所以到底是誰啊？我幹嘛告訴你？是不是那個國語跟台語？來，我幫你寫小本子。我比較好奇嘉東姐那個。哎，等他時代下張來講有都有碰到這種經驗。都有啦，對。好，衝出嚟，來，來，請貴麗先生。陳琳是不是？好，如你所願。陳琳，唔輸得啦，講一下，講評。我做今日正經係孬嘢開播以來嗬，全學校精神去嘅，最吵嘅一些。哇，小到都市通誒，真的。是說佩萱講下哦，員工我們客家話有一句話，俗話說得好了，過一種忘一窮啊，真的是過了一個莊，就腔調就不一樣。真的。對。佩萱聲音懂 people， 在座每一位今天真讓我大開眼界哈。真的，我知道中國老主持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需要絕對的天賦啦。再加上你後天專業的訓練，就會成就成一個很好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歌者也好。那今天他聽你們唱歌，全部要懂貨啊。尤其我知道佩萱可以，你很有機會成為一個客家的鐵肺歌后哦。你今天在唱高音的時候，他是陳琳啊。買安娜，這你某款晚上，你在高音的時候，那個聲音的厚度跟那個 power 哈，我一聽我就覺得哇，如果好好的把你調教一下的話，你的有機會成為一個
客家歌哦，客家话的铁肺歌哦，真的。名大师、名制作人，他说你可以调教嘞。你们先跪下来，天天拜师，拜师，真的融为一体了，跟那个舞台。你不要乱拜。我们后续在 FB 可以聊，好不好？对，哈气掰哦，你可以说国立老师说你是客家铁肺歌后了。对，哈气掰可以试试看。不要气掰啊！没有气掰哦，不气掰。我跟阿龙讲哦，大鹏了节目吼，我本披先鼓励哈，因为其迄自封茶剧团，全部诶，被烧掉那个。对，古时候讲诶，希望大家喜欢那个剧团呢，支持他家朋友，都去看戏哈，还有钱就给钱，有力就出力，好吗？大鹏那个节目哈，鼓励他。那个剧团很棒，讲完了哈。公平出来啊！来看粉丝，欢迎他嘅云林杨丞琳嘅粉丝啦哈，你先嘅粉丝。哇！还有比如说7分了，我强多的可以说丑的没啊？我再往后做一步。我本来以为你是那种朽木老师说你可以雕，没有，现在浮木而已啊，朽木浮起来了，艺术加油！好了，谢谢了，就这样，来，你是这边的，来这边，好，两边哦。你也不会做太久了，真的。下面这一位叫做田中千惠啊，田中千惠哈，那是他的日本名字啊，日本名字哈。给个客家名呢，喜千飞啊，演武千惠。待会简单结果。好，来，OK，好长哦。人美歌甜呐哈，其他来讲佢緊張啲嘛，緊張啊，本來因為我唱歌冇上過來，對，大天花本期啊，講用不用而家全係唱歌要單唔抽嘛，神你懂甜嗎？懂好聽咧，要冷嚟聽音嘛，哎呦係啊，主持人都係看唔怕見識啊，面皮當盤啊，對啊，哎呦主持的經歷有咩懂強？很豐富呢，懂12年哦，12年，你3歲出來就出嚟，媽媽都是第八就有啲練習咧，我哋本來係做廣播，一支客家話都唔曉得講，我讀到幾年，就是我的廣播的導播，一則是教我，嗰時候我就開始去做客家話廣播，後來我就跳到那個舞台做發通主持，一份嘅主持。主持安叫應該有很多那種難忘的主持，群 K 嘅主持嘅英雄，有一拜哦，就係有一個海洋生物的那個開幕記者會，然後
后呢，他的绷带给安排出来有一条线来会四勾来，所以大开来的时间，那个空飘气球的鲨鱼，它就会慢慢升起来，就象征着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哦，都定来升哦，3、2、1開始時順四勾來咧，結果呢3月就風天台比較咧，你鲨魚就空飄走了，有關係。對啊，台風哈，你們的台風就是那個風把就是像風一樣的女子，像瘋子一樣，對啊，那它飛走了，大家就看那個魚就然後就說哇，我們這個鯊魚是非常愛好自由，向往自由，已經游向大海了，游向自由的國度去了。哎，好棒！那主持人的反應真的是，哎，正經清講，正經。其實有時間事情發生給嗨，我希望大家一聽都唔記得用該塞，但是這個腦子要動得很快，對，要動得很快。對，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這個對，那個腎上腺素有沒有？就開始趕快腦子都活起來了，然後就會開始。那時候有一件好笑的，我跟他差不多，怎麼了？就我曾主持那個跨年重不重要？前面一定要跟你講什麼時候最重要，倒數。對，我跟你講，前面工作人員給我弄錯，你知道嗎？他說剩下10秒，其實還有20秒。我就跟10、9，然後就說EMO 就說不行，還沒到，然後說我們現在先練習哦。哎呦，等一下再更大聲一點哦，氣球飄走是一樣的。對，我這樣不然就底下會被罵到臭頭，因為倒數就那一次而已。對，我還沒大家起來，10、9，練習。哦，這個真的要反應能力要很快。要是我可能也沒辦法，就給他數完了，到時候就有辦法了。真的，要站在那裡就有辦法。對，真的。好，有沒有什麼有苦說不出的那種主持經驗？有苦說不出很垂鈎的嗎？對，垂鈎，不是莫名其妙，好像被就比如說主持人可能會，對啊，他要後場嘛，對，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那樣的表演，那樣的講法，有嗎？像我就是我還有一個職務叫做婚禮規劃師，就是幫新人規劃婚禮主持嘛。對，那其實我覺得就金斗跟新人哈，記得其實都冇什麼嘅語言啊、觀念，記得來講法，因為真的跟自己就是不相關。對，然後只是要來選票而已。對，然後我覺得有些議員可能連新人的名字是什麼名哎就講不出來，然後還問我說，名哎黑馬該，那我覺得就是不尊重。對，不尊重。你到底來幹嘛？那有一場呢，就是新人給某兄的講法，不過給阿妹喊阿爸可能係李總之類的，那就一定對，一定要講。那我就想說，那現在因為在舞台上面，那如果說廣演的給講發的時間，那就是講，也不知道他講多久，可能是10分鐘或15分鐘。那有時候可能2個人就牽在一起，然後笑容從這裡，然後就慢慢下來掉到這裡了。那我就想說，給到新人先都 V 坐下來，然後來唱來賓來看佢。上愛講幾句，出本佢講幾句，結果你幾來嘅時間佢講，後生人就會按用。我師太人吼，我來講法祝福啊，佢14啊坐呢個大廈，佢媽新年哦，佢媽哦，就講東排西，佢話好啦，我就中秋啦，中秋哦，然後就開始給祝福了。慢點，小本子拿出來，等下一起寫起來。讓他下一輪，哇，這個本子不得了，誰要保存啊？係啊，就真嘅唔記得我用個啥。哎呦，真的，你們有嗎？有那種經驗？我講難忘的經驗啊，有一擺哦，我天主持啊，我主持，之前其實很大天發來，我天撲起，見大天發來，啷滾，我講做咩呢？其實就講歹勢啦。下一禮拜我主持，你先來主持一多半我就看好冇？還有安尼處理？我先一禮拜去主持半條看用嘅呢，其實就講冇啦。你主持太長嘅咩？順講還有細長嘅，喺外頭影下地波嘅工作人員愛主持啊，記得他唔要的主持，平常時冇體練呐。你現在主持一擺，我記得看。給你付2倍嘅錢嗎？2倍錢有嗎？冇 ，zero，成零。你講你聽嘛？天發就見到了，大家都壓啥大冇好，溫撇啥大。然後就講唔係啦，我就提3度破氣，我真嘅冇辦法，就算有辦法，我真嘅咩唔可以啦嚇。結果呢，就嗱講做唔得，好去到現場我採訪嘅咩，佢就789來判罰款。
迄个主年轻做生日啦，做动态去搞个朋友嘛。迄个现场的快咧，这家判法通唔晓得判啊。爱点都冲公众演，好呀，我裁判嘛，来，小时间来哦，无等下付唔差咯吼。呀，表演团体我上去嘛，结果后背表演团体我来裁判的么？我头一摆记得裁判的内容，我想讲，也冇个意思呢。佢裁判嘅内容同我主持讲嘅吧一模一样。啊！我讲一摆，佢行喺嗰做一摆哦。我想講觀眾那有按好嘅時，按到時間啲一等，共用嘅東西咩？叫我講唔對，確定要按嚟做，係講係啊，就按嚟啊。結果記得呢，正經題做嘅時間，佢嫌總管嫌講，按嘢做嘅要共用，哎，很記得下來好誒。佢喺我講，很表演嘅人下來，我說唔係阿爸。人工嘅帶電啊，木做空咗按四咋叫我用嘅很嘅下來，我眼前嘅挖嘅太早見咩看唔到咩？姑嫂，見縫插針，真的超小一個縫啊！好，我們今天謝謝我們非常精彩的表演。你就看到台灣嘅人工嘅全部外睇，也很用嘅，因為木做按四兩看唔到咩？他講謝謝，今天真的好棒，對不對？你就看到人工講。尴尬，他就哈腿嘞，就舔哈腿嘞。对，有时候这个主办单位哦，真的，哎，对我们也是，哎，不要说你们，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一起哭一下，牌也还会哭的，这么大牌也会马杀呢哦，所以我们也不用太难过。对，啊，你那个冲突的啦，哎，不用太了，那边欣赏的公平，这位欣赏，好来。其实唱歌的还有弹音乐，係很懂主觀呢，主觀。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特色哈。我之前有彈過劉若英唱歌嘅，劉若英大家會感覺講，佢做戲較強哦。對，唱，佢講句話，佢說服了我講，唱歌有時是唱的唔單止係音樂，還有旋律，佢唱係一種感情。前輩從來彈到佢唱係一種感情。他就是我們客家的劉若英啊！第二側面看到，哇，我覺得那個氣質是非常非常厲害。看得到他？哇，完全看得到。我沒有擋住他。對，完全沒有。後來希望接來了，南腔主持來唱歌誒。謝謝。然後你推入嘅同事可以拍登上衛冕者寶座。小心啊！演武千惠哈，可以啊。好，看一下以前飛嘅分數。中對咯。哎呦。中上鼓勵送女生就相似，你看分數就比較低一點。唔可以用機槍，一等你唔可以用打，要用10年。客家林宥嘉嘞，客家林宥嘉，這個椅子從17年前做台成立。我覺得如果坐不到椅子的話，我可以坐一下這個邊兒。小心坐。這樣人家會以為我們這是金錢豹。要用16年是不是？這是什麼？金錢豹店是不是？哎呀，謝謝啦，謝謝演武千惠哈，謝謝哈。你要聽哦，繼續坐一下，唔該坐一下啦，咩冇人叫你啦。還有啦，馬上哈，來。沙律嘿，你寫主誒，姐黃明帶來買豬。好嘞，彈開啦哈。糖果好食去愛買。你擺出傻逼就主持禮物讚的呢，我妹唔對我開幾多錢啊？想講幾多，我就幾多，結果驗證婦嘅人繼續收過來問講，這樣喂，你想我向你主持給我錢，記得本給我錢，記得本愛長度給我錢，哈！在我插寶點，插針，認真，在頂細牆啊。17歲唱歌的那裡星光大道，然後你好誠實哦，你不是3歲出來的哦，沒有，我7歲啦，7歲，我說錯了，口誤。依晴姐，我們都要很給依晴姐，最好是啦，資歷也是很高，資歷很寬，我那個不叫家東阿嬷了，25年了。速度爆，嗶嗶，社會太太，好了牛牛。
爱买，也偏买，给偏买，买到太假，边用得晒。偏偏请将背溜皮，最后到来，慢来淡淡地，把中打开，将背顺到死，情况不建议比慢年度钱。你讲买，看到好势就爱买，看到好势就爱买，也偏买，给偏买，买到太假唔定用得晒。画圈圈，画回来，买，准备来喽！开上哦，你讲买，看到好势就爱买，看到好势就爱买，也偏买，给偏买，买到太假唔定用得晒。屁股圆圆，请将我溜皮爱笑，只好讲来，慢来动，把钟打开，将我顺到死，唔够头脑，比慢年度钱，唔够头脑，比慢年度钱，唔够头脑，比慢年度钱，锵！哎呦！难怪。这首歌来，朋友赶快打电话啊！哎，我买真的呢！如果有直播卖海鲜的时候，我也可以播你这首歌。看到好事就会买啊！难怪最佳儿童节目主持人，你看，哎呦，又拼赢你嘛，唱作俱佳，很厉害，没啦，是有够听听的，还没随便讲啊，很当真。对，主持讲真的啊，怎么读都懂事情嘛，刚刚那个手足无措，很多那种奇奇怪怪啊，荒谬的那种中控。来，我讲，我第一摆去主持个战场。战场旅游展啊，兄弟我第一摆出傻逼就会主持旅游展的呢。国际旅展感觉像，很短啊，去主持亚洲拜托。结果我妹唔就要开几多钱啊？想讲，拢系因讲嘅人啊，之前有合作过，讲因为你们以后啊，我就相信佢讲几多，我就几多。结果我去到现场，我快咧，临场咩冇主持人讲咩冇，马街都冇，我妹唔定我跟你去做买，你用只赌到2种。结果跳架坐顶喺对面，谁做诶？太贵的呐！哎呦，我想讲我都去到现场诶，我等下就双腿主持，你还讲还贵？张公家，哎呦，我就点模上的演技。谁本的，等下就皮头嘿。冇，结果呢？叫咗娘娘听讲，不过呢，我主持的差不多有2场，实在很甜呐，上都会磨的，强都会磨脱的。结果呢，验政府的人看到，哟，工作人员全部下走了，下到单位的战场业，叫做手过来问讲，是阿妹，我看你主持懵懵的哦，跟一般主持哈，没有你想很易主持，给我钱，记得本给我钱，他讲记得本爱差不多给我钱，结果哈。叫本小girl嘅价钱哦，主持人本小girl嘅价钱，来张地讲他看得起你的身材呢。话不是这样讲，怎么把他们帅是用身材比论价的呀？要他有练身体的就开始哈。来，刚刚表演好欢乐哈！来，买了土豪霸气啊，吹风欣赏。明英爱去的哈，大概看到佢是就都会给我一些的惊喜啦。因为爱去到金美猪，金美是猪区啊哈，又会下歌，又会唱歌，又会配音。所以佢唱歌的时间哈，我觉得很有那种戏剧性。对。尤其挑选佢唱的两首歌，其实该 pitch 不是重点。好，导演。先生，讲亚基巴意思黑嘛该？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就会给他意思啦。他唔冲，那是有变动到。因为爱去到，爱动场用点爱讲故事，恐龙，开始在激发人，要买要买，对的，还有跟好像小朋友互动，有没有？买，对啊，买啊，最主要是讲，爱堂给要唱歌的时间，挑选的一起被就是会被吸引投入，给粉络那种感觉，该是最重要的，所以爱去容易啲，爱是
我本意咪當過。哦，來，看一下佢個本可以皮皮本嘅上映。好來，嘿，總得從高分咯，排誰咯？看一下王明應該不錯。好了。要唱歌嗎？唱歌啊！好像差0.3而已哦。唱歌了嗎？好，超過0.3分。好，恭喜你登上卫冕者寶座。加分題。嘿呦，有嗎？沒有加分題，排誰哦？你回去做。你回來啦！都拿關注片呀、優片呐，喲，日掛本記啊，嘿，家東姐要趕車啦！恭喜衛冕者寶座。恭喜！還有恭喜王明，那走錯的你要騙嗎？我太牛逼了。那個我不管潛規則的，我不管潛規則的。抽好了。姐姐都好兇哦。對，來，沙下來，沙來，總一拳打來，4講。相偏色拖枪，點點明暗的表達，從本來奇妙，答定唔得下，路嘅風雨故是情郎，倆情輕易的人家，談破後了，包往事很像。用愛嘅繁星，沒想到心中流走天涯，卻無想象時間又經得到顯唔出聲，用愛叫到愛，唔單數樣。天葬才掉在牆嗎？夢想的世界用變奏，將悲歡用愛給分析。沒想到心中流走天涯，卻無想將時間又經得到顯唔出聲，用愛叫到愛，轉角插火點，插針到天葬才掉在牆嗎？給分析，沒想到心中流走天涯，卻無想將時間又經得到顯唔出聲，用愛叫到愛，用愛叫到愛，用愛叫到愛，唔單數呀。哇，好好聽哦！你直接坐。剛剛小王講你這個位置不保了哈。排而白有自知之明，不錯。果然是星光幫出來的。先給他掛。不要妄自菲薄啦，
先回去做好了。有在战场上打杀杀过的某空庸哎。对啊，哎呦，按后堂。你双拜了100冲过来，就说哎呦，这个人怎么唱歌这么好听，还会下歌哎，还会下歌呀？对啊。你后来是转主持还是？去做主持。还是本来唱歌的嘛？一开始唱歌的，17岁唱歌的，去比星光大道。然后你好诚实哦，你不是3岁出来的。哦，没有，我7岁啦，7岁，我说错了，口误。依晴姐，我们都要 ham 给依晴姐。最好是她资历也是很高的，资历很宽。我那个不叫家东阿嬷了，25年了嘞。有没有比较难忘的经验？就迄个头摆較大去外景，然後雖然較大啲棚內，唔過頭擺去出外景嘅時間，因為佢係新人嚟嘅外景生態節目，and 就去公館有一條人都穿兩尊。公館沒有你公館，沒有你公館，台北的公館。係冇因為佢係頭擺愛引水進來嘛，係打山壁，係人工去演了一個石洞，對，它就。一个洞这么大一样。对，and 所有嘅人就愛落去，他把水放掉，所有人落去，就好像弄球卡那樣。對，and 就去看嘅水路係用慢來嘅，嘅失控東西嘛，水桶全部就係黏黏嘅黃茶行過太辣條，然後我就把自己縮到清晰，因為係東江黃茶啊，很多人都很怕。對，嗰時候嘅種係主持吃到清電影講嘅100經驗。你們有冇有唐貢嘅位客家家東阿嬷是風茶，叫我姨婆就好了。姨婆，還有姨婆，是吃蟑螂的故事嗎？不是，幹嘛吃蟑螂？沒有，是只剩半只蟑螂的故事。因為我們有一次真的，其實突發狀況很多啦。有一回呢，就主持大概上百桌的婚宴，那剛好新人就從後面，就像剛才主持人進來這樣。上百桌那是可能是流水很大，就是地方算蠻有名的，對。結果那個新人已經，然後歡迎新人進場，那他大概走了5步，啪！最難忘嘅真嘅，是幫齊娜姐代班的時候最難忘。真嘅，拍攝啦。啊，唔，我基本係記飛啦。是嗎？我係講去記拍。別，對，怕冇人講。新人進場，那他大概走了5步，啪，整個大斷電。那我就用吃奶的力量，因為沒有麥克風，好，那我就不要用麥克風了。哇，安靜，對，就全場就安靜。那室內還是室外？室內，室內，但是也是100桌，室外就慘了。哦，對。那大家有聽你的安靜之後，還挺乖的，因為因為驚，因為有勇熄燈啊。然後呢，我就說再一次掌聲鼓勵。哇，動態上。好了，問題暗的看不到啊，他進場也看不到啊，暗的。對，手機哦，我前面有叫他們手機拿出來。充電充屁，這個就是主持人的那個平常。我有叫他們先把手機舉起來，燈打開，燈打開，像演唱會，對，就像您的演唱會一樣，我們這樣有沒有？對，然後就進來了，結果一進來一坐下。燈就來了，哦，還好，然後人家還以為你設計的橋段很棒，哎呦，真有像是，真的，哎呦，這個是也是很難得也碰到的經驗哈，對呀，反應多唔多誒？冇，私送獨鬥，天啦，唐貢嘅北崁嘅有一張，北崁嘅有啊，我該下係團天哦，我的是佛少波的哦。佛少波啊！對，哇！該東西係昨天講該公司的名係嗎？昨天，它是三創的春酒哦。嘿，三創不是郭台銘那個三創？紅海，它是公司啊。我都他耶嘞。對，哎呦，他世界級的。該東西哦，這春酒節目有沒有那個氣氛要推到最高潮？樂團都很嗨啊，用啊，在最高潮嘅時間哦，結果餐廳人員說：哎呦！
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啊！那个厅啊，该春天我就刚好堵好嘿这个厨房啊，厨房就烟飘进来了，哎呦，50桌啊，50桌，500多个人，嘿哦，而且因为紧急时间啊，要疏散大家，只有我有麦克风，所以说我就要赶快疏散大家，也还卖最困难哦。厂商说火扑灭了，我想啊，以谁嘛该？你是要叫我请大家进去吗？继续坐着吗？500多个人呢，结果呢真的好，我就一序序的这样抢台尬好落哟。结果最后我还要若无其事的上台，然后当做刚才那个很接续高点的情绪，然后继续上台，继续嗨起来。该东西又落水，所以我就想说这样就是我们三创公司所有上下员工哇都是非常的有创意，哇连春酒都跟别人不一样。今天下雨，我们遇水则发，遇火则达，旺旺旺，三创发！大家大赚钱哦！那大家因为也是觉得说会给主持人一个你能想到也是算不容易了，所以就掌声鼓励这样，然后我们就直接抽大奖。我发现他蛮可以当那个诈骗集团的事。其实主持人他可以去当消防人员啊。好，来，你冲对，来唱歌的欣赏，公平下来。以前大家都天上看佢當你是給你當叫啊，已經係意思啲係高數線出成嘅，但是佢們算第一百唱過嘅。前面是哪一位主持人講的？就是說，當因為剛才之前以前有些你注意風沙，佢講裡面很多他真的感冒，你彈起光發出底，他屁股鼻音很重，可是唱歌的時候鼻音完全不見了。哎呦！这个就是前面肾上腺素，前面谁讲的？你讲喂，专业的歌手让主持人就有冇困扰。哎呦，真的，他就马上转换，有底子的，就是很奇怪。你看光发上嗡，麦鼓一拿起了，音乐音乐了，开始唱，就音乐自然的出来了。马上要做一个专业的这个歌者，他的。谢谢，应该有点表现没什么好嫌的，我给你最高分。哎呦，就按你之前最高分的，不会出现3位数。来，欢迎他总怡群的分数。哇！恭喜阿群们！恭喜！哇，救世界分，大条命！好了，请登上卫冕者宝座。第1名还有来帮他拼上去。登上卫冕者宝座，抢走一下，嘿，哇，挥手，有感受到我的温度吗？有吗？还有，今天真的好欢乐哦，正点哎，好，你们也开心了哈，开心嘛，开心。好了，谢谢你们啊，我们下会有期，好不好？谢谢啊，谢谢老师，谢谢啊，还有几块钱哦，还有几块钱啊，还有几块钱啊，来3人看传统组诶，哈，来。哎呦，台湾这组暗吵闹没有反落了，没吵闹了。公爱有连头都痛痛啊！看你有办法冲国哎啊！没办法嘞，我退出歌坛了，给莫言。还有这边传统组拥有好油腔多，哎呦也是各具一方的对吧？那个名主持人啊哈，哈，因为 TVK 班嘛哈，所以油腔都高飞哈。来，你先走，冲我们塔个堂。有比赛哦。还你有奖金哦？有啊！好，嘿，5千的人啲啦，冇多啦，對人嚟講冇多啦，冇多啦，就是小菜一碟啦。對，比小可愛呢，雖然喺 TVK 班比賽，還有搶評審欣賞。認真的節目哦，認真的比賽哦。恰奇哥欣賞，潘秀峰欣賞，王皮樹欣賞。來，傳統組 TV 有搶到嘅嘛，原來 TV 係細阿妹曾志怡帶來4連歌。哎呀，好彈啊，來彈個啦嚇！真是的，大班那有三妹，大班那有三妹，大班三妹，三妹过新年哦，那哟哟的哟。大班来。
妹来啉酒，比比啦又赞赞，比比啦又赞赞，比比赞赞，赞赞过新年咯啦啦，哟哟对年来是啊年，真啊真是年，打扮啊又三妹，打扮啊又三妹，打扮三妹，三妹老发言咯啦啦，哟哟对哟。打扮来三妈妹，三妹发言了，书办啊又发机，书办啊又发机，书办发机，发机少年年咯啦啦，哟哟对哟。什么开好，子怡你好，子怡就有点那种古典美那种感觉。真的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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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八糖豆哎，真的吗古典美的小朋友，有种感觉，很超太超嘞，还有纸片人，系咪？之前啲人節目比水過名咧，比水以後，你之前比水之前有乜嘅經驗冇？之前比賽主持各位主持廣播咩有啊？一開始係廣播啦，嗯後來就主持法通，再過來就主持天師。哦，天師哎呀，天師節目，天師節目，練習生衝一波，最新嘅練習生衝一波。對啊，你看哈，這個有才華嘅人做俾人發覺。冇啦，還差你一期咧。哦，差多了，差多了。哦，我在高上嘛代表，因為你較高嘛。可能做這個長較高啲嘅嘛。真嘅，反正各行各業都堅持啦。真嘅，繼續做下，也不是什麼做什麼，做什麼我們就要想什麼。冇錯，在那個位置就做那件事情。對，係。誒，跟你主持有乜嘅較難忘嘅經驗？較難忘哦，其實真嘅，你主持青島吧。都會讀到非常特別嘅觀眾朋友嘛，睇下都提供有青島你做嘅聽演就讀到奧客，你做主持你咪會讀到青特別嘅奧觀眾，冇錯，有啲奧觀眾嘅，就有一班人喺主持發通啊，嗰陣時就有獎徵答嘅，有獎徵答。姐姐來問你們一個問題啊，冇錯，先我，我就先給就下電影下嘅，哇，嗰陣時就。他有女，小朋友就 baby fat 他有腹肌嘅，看起來就電影下，嗰陣時就一位阿姨，阿姨就應講先愛啊，做乜嘅？先愛啊，唔過青島小朋友啊，嗰時候就獻給電影下嘅小朋友啊，給你發本給，後來這阿姨啊就發現了哦，就笑退了哦，好，拜拜。做了咧，我嗰陣時笑退嘅就想哦，笑退就算了啊，因為平常是心頭嘅觀眾就最就酸酸咧，後來嘅聰聰就結結攏係講，總唔得本佢發現哦，講用版咧，佢講佢係你發通嘅常客。大客戶，還有哦，佢係乜解天鳳中環嘅親戚朋友，哎呦，得皇親國戚做唔得，那個真人得出了後，我就吃不完兜着走。哇，你下次別想來主持了，真的就沒有了啦。見咗我咧，開來冇喺佢嘅進來。有就是補充一下要嘛東西。是有，但我有補，我跟你講我怎麼補救。我用完補救就係呢，我就結講，好，給下一集嘅團嘅有獎徵答，我就結先給阿姨咧，給阿姨就我老記本記回答嘛，回答，就是叫。答唔錯咧，如果唔錯，哎呦，講唔錯，用家啥？唔講你冇本記叫發現啊，嗰時候我就講哦你這個每一擺有冇下集問題，有本記冇，叫講唔錯誒。有見到，冇啊，見小燈手機。冇啊，我就想後來雖然佢講唔錯，我就調試用嘅麥克啊，講動態上正確嘅答案，講佢答。
对咧，恭喜佢，我就送电路本嘅。啊，結果下一拜係唔係主持，我都做到按遊戲，係冇。那就蛋餅，等下又下個寫本。等下條讓你講。哇，今天這個本子不能流出啊！等於哎，米散主持米散一個都有，南方的經驗是。夠用嘅總控。所以呀，參水咩啊？主持，你今年咩比賽啦？應該有很多經驗嘛，有嘛？係啊，有吼。有嘛？其實有青島呢，水電影獎嘅真演出，咩電影獎？水電影獎嘅真演出係有禮物嘅時間，因為台下嘅觀眾，佢哋吼會對你非常嘅熱切，佢哋嘅目注有冇是那種當電影哦，加上你某些愛吃過那種感覺。真嘅啊，有東西嘅時間，包含廣告書有上市，說海報嘅時間，所有嘅演員嘛，他們一定都往上衝。對對對對對，全部上開。甚至水電影獎嘅買人，他們就是欣賞群下風光，都趴在舞台上那邊。你要穿那麼短。嗰時候，我諗講，切假可以報副好切假，雖然講做得短，點解都記得要做副，嗬，都唔冇做。我們可以做大夫啊，我會穿牛仔褲啊。哎呀，係因為報副好切假，因為真正有睇到嘅觀眾，有冇看到有電路、有東西好拿，他們都會很激動。嗰時候有上次主持人啊，都變保鏢呢，都係保護歌手、表演者啊。哎呀，真激動得一樣。好來，唐先生嚟講明啦。皮貴先生，哎呦，後來。自己佢本身喺在主持界也挺有名，創山歌啊，可能要改是有啦，樣板講了，其實也生也挺好，嚇也條件也挺好，但是嗰個因為而家受創，所以冇辦法講同佢全部都當好，但是也一般嘅表演佢冇馬上講，所以嗬，因為佢本身有一下感人，創嘅嗰個可能比我條創更加傳出去，所以。教學地位都很好，加油！對，加講到嘅你南摩經驗，嘅，唐講嘅人哋總要欣賞喊他厲害，經驗。準備去做啊，做幾次我讓喺龍尾兩沙鄉下搭皮，專門去創立很多工地上，結果我哋有啲頭份做嘅時候，結果嘅台下嘅死鬼啊！其實佢就喺吵到跟他講，明明就一堆戀人嘛，個東西上面就鬧，結果我哋就讓佢解釋咩冇好，結果我就樣衝，都鎖睇你時間咯。咁啊兩沙推上咗後台呢，結果佢天天過來點啊，結果冇咧，結果我落埋當天，嗰兩時民國差唔多70年左右時，嗰兩時嘅溪水嘛，全部用玻璃硬嘅。彈珠水結果我落埋當啊，抓到兩隻，哐，行過去。講到底想樣辦啊？叫人當啊！嘿，你都冇按恰。做佢專門主持的很多康樂吹嘅嘛，戲事啊、工地上樣嘢。嗰時話佢喺某隻大姐嘅啲人哋風範，風範出嚟嗬，即係冇辦法控制。嗰時話佢這句就嚇到，就轉一下叫嗌冇人細妹上草掉，跟住轉嚟寫嚟，你就轉嚟寫嚟，叫嗌到咪就挖過去啊，硬嘅就自然嘅，叫佢就退兩步，不未，不未就自家跳嚟就散開。係啊，對，我最尾啲嘅啊，係啊，我最尾嘅時間，可能係工體嘅係有報警啊，我不未轉嘅時間，用警察查出送啊兩沙轉新做啊。哎呦，暗號喎，還有保鏢咧。哦，有 copy 嚟裝水。冇 copy 落嚟啦，係啊，冇係啊。跟正經讀下去就有。係有種經驗哦，對。對，咩清算係特別有電影獎哦。對啊，一般東南的讀多嘅哈。來，有先生，看一下自己嘅分數啦哈，看一下曾志怡嘅分數。好。好，做對啦，錯幾片啦，差唔多錯一下，聽啦，錯到最後啦。先暫時，順豐有一隻大嘅七加八，暫時登上衛冕者寶座啊！恭喜曾志怡，大條名。現在有目前啦哈，目前呢，殺了，殺了兩枚不得了，客家小王啊！哎呦，小王子，客家小王，嚇一跳啊！了解法帶來，強山綠水好風光。來談過啦。
金发，对吧？断点了，哎呀，对啊，对啊，他是有当过李小王啊。喂，我哪配得上？哎呀，小王子跟小王游戏是长差，游戏长差了，长差。哎，主持人都按机会10多年经验，因为要有主持要发通哎嘛个哈，对嘛哈，因为主动嘛个较难蒙的经验。不会，不会，有一般我是主持都会在新北市发通哦，新北市嘅发通哦，就抢到东东嘅名人来做演讲，结果啊，嘅演讲嘅过程当中抢到一位八仙承包嘅了，所以讲嘅当时出上嘅人，哇，一采购啲嘛，嘅采购长途讲啊，到遗烟度啊，佢现场讲，来到遗烟度嘅时间，所以到嘅偏重当红，结果嘅医生就老嗌嘅家长讲啊，嗌吼，佢讲我叫嗌嘅花，天初我留嘅腳啊。機體機，然後有辦法生發下去，但可能救得起了，唔過救起了嘅機會啊30%天。安大，故說結果當然技術講，技術上多全部有糖豆，全部有糖豆，現場糖豆啊！你講糖豆硬嘅唔啲講啊，到底愛留腳還是冇留腳？有時你下糖也好食，但係佢當時糖豆真嘅咪電夢吃，真嘅電夢。嗰陣時糖，技術現在講。我要留下我嘅生命，我繼續對掉世界，留我嘅家人來向下生存。不過其實留腳機體去，嗰個機體之後呢，後代天公伯就上下，其實叫轉來咧。好，嗰個我聽了的故事我都曉得。哎呦，你是什麼？哭點那麼低啊？我雙魚座的，好歌詞。結果後代還有個搭檔說：你先鬆啊！你先鬆。然後等他喊出來，是不太敢黑，真的會很感傷、很哽咽啊，很講唔出來，真係感通你啦，懂感通。唔講出體以外啊，還有個小屁哦，乜有經驗過？小屁啊，最難忘嘅經驗，像他一樣，比如像共用嗎？因為我也有搞青島嘅高中班啊，正經嘅，是高班嘅，啊有上時會摸上，嗰時候有一擺啊，就會主持嘅發通嘅時間，就是前一天聲帶水腫，然後我就老主盤談咪講，佢就講冇想講啦，你行去上台啦，臨時請到主持人啊，嗰時候咧，我就經常哭哦，然後就是各位先生，將朋友都咪都會按用種強聲聲音來主持，強嘅聲，清楚一個，沒情感哭，因為講話我穿爛豆就好了，美美吼，這樣就這樣辦嘛，你到辦不分級啦，那就唔是啊，馬上找代班嘛，對嘛吼，不過我對佢印象較深刻一班，我一個新莊體育館，哇，那個是兩岸結合的，辦一個客家之夜，萬人演唱會，還有五月天呢，哇，對啊，五月天咩嘅客家人就出嚟，嗰時候聽到表現當好咯，我那一天我係同佢合唱嘅呢，乜嘅，嗰個乜個？安布啲啊，睇下甜青嘅安布條。愛結強是門，做嘛該愛上去？菜呀甜青嘅安布條啦，走，我記出來。我愛咧。哎呦，還破音啊！沒有真嘅。哎呦，哦，現場，他這個面都白的，兩岸都會播的呢。哇塞！哦，又這麼大一個場合。哎呦，他這個就記得解釋一下。有水腫了嗎？嗰兩時嘅係天傳熱，全國客家人嘅嗌小成條啲花蓮表演劇，初別人幾轉到腫啦，要唱幾下首歌曲，然後安布條要載過去。以前種嘅片，香甜，他正經穿我就懂黑飛啊，就超丟臉的哎，還有那個網絡上都有。開才對啊，怎麼越唱越配？這個破音的經驗哈，我永遠難忘了哈。來，沖太嚟，請小鳳先生來公平哈。好，你個金華先生主持節目做得哈，結果今日係咪挺緊張啊？哎呦。
你个三吼，cái第二个長山綠水好風講吼，雖然係你客家歌曲啊，人講嘅入門歌吼，日本的歌嘅吼，但是吼一可以再唱歌吼，你唱10年冬陽唱安尼，上人吼，唱到唱人講嘅唱入叫聲嘅吼，安尼老啲首歌曲出唱歌嘅，唱歌嘅係唱哀怨嘅，就唔好聽，係恰到好處處吼，貼吹歌嚟啦，貼吹歌。好什麼形象這樣嗎？你有機會再繼續做了啊！有機會哈！抽手嚟，抽手嚟好嚟，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廖金發嘅分數。好。不能用個啥？中下錯係啊！冇嘢太腳必將啊！而家叫做4.3啊！哦，叫4.3，要4.3啦！抽中一啲哦，將係抽一下扁好冇哦，那抽扁啦，抽下扁，瞄一下，天嚟方扁啦，係。那個燈有聲音哦，對，好，冇一邊搓一下好嚟啦，係。個燈呢冇凊彩搓，個後尾個貼紙已經黏到17年咧，你係你客家電視台要傳承100年嘅燈咧，變人行路誒。對呀，是啊，係啦，沙下來咧，沙來空間咧啦，哎呀，空間咧，王怡健帶來嘅平板，好，金鐘獎主持人。有那個衝過溫兩年啊！你又上得獎呀，萬呀，冇公平啊，又得獎。冇啦，哎呦，這好的東西都給你搶去啦哈！沒有啦，我冇給他實力好啦，冇真嘅啦。後來嗰啲人啲節目誒展現出來以後，當然有冇搶去主持啊，有冇發通啊，演唱表演啊，有乜很難忘嘅經驗？最難忘嘅啦，就係主持不論係廣播還係發通都好，最難忘嘅真嘅，係幫吉娜姐代班的時候最難忘。真嘅，為什麼呢？因為是係一開始嘛，佢愛唱傳統歌曲，就開始比到流行歌曲，就用主都比睇歌曲開始做轉型嘛。對我來講，其實轉到腦年大擂台了，就舞台當中，係最每家強嘅。係啊，但是係完全唔是想到個有機會做啲起啲了到邊嘅。哦，係啊，誒，做嗰種心情哦，然後比賽嘅心情完全冇強容。哦，真勁哦，係那緊張，係那緊張，因為就係一種唱歌嘅時間，其實也是2-3分鐘，唱歌唱題是冇事情嘅。唔
唔過主持係幾重嘅。哦，係啊，再過嚟先，我記得今年來嘅時節，所有嘅公眾人員看到我，都問我講：你唔好緊張，你唔好緊張。那個臉像板經過一樣，都不會笑的。正經哦。哎，你嗰製作單位就樣樣。我那一天其實也有感受到。哦，真嘅都緊張。拍攝啦，拍攝。啊，唔係，我日本係機飛啦。是冇，冇嗌過去機拍。別，做嚟發冇人講嘅。來，衝突嚟，衝突嚟。啊，搶你嘅。冇，先等一下。因為子瑜他想要講話。冇唔錯，都冇機飛本來講法，看到人家他講，一下就唔錯。冇辦法，人家細阿姐咧。計較嘅呢，條拜唔會啦，條拜本人用嘅欺負，用嘅霸凌都唔怕。係啊，你看人家有高尚，有身高，我愛就冇身高。哦，咩上到親講啊？甜美。我就係做下頓嘅。你咪見啊？講得嚟好。你咪講故事啦。搶，因為啲人就唔係吵架，佢就吵架，唔係地下，按鈕就好。我一開始主持天色節目嘅時候，就係第一愛鏡主持。行腳節目，嗰陣時係卡通頻道嘅行腳節目，就會全台灣愛走來走去。嗰時候呢唔單唱愛三二條，因為你全部嘅團吹啲背對啊，全部寫來嘅，因為參與嘅，因為寫來都三二條寫都習慣了呀，都慣了呀，咩冇想到講，你現在冇要補一下什麼的，都冇要跟青青菜啊，趕快出來三二條，還說一定要頂光曬哦。唔講我剛個主持天視節目嘅時候，這樣發現講，其實真嘅老發通主持啊，完全冇強用。跟一開始踢鬼嘅時候，真嘅乜都危險，因為有啲時候我是同看到當後生，跟牛溫水啊，小事當後生嘛，係啊，一來我就就本人媽咧。哎呦，你按下，你追不到啊！鏡頭抓不到，拍到你的手，你已經不見了。係，就是動漫老師，那係你，我一開始動架時，你記得就會吃隻貓。等一下，在幹嘛？哎，吃隻牛。嗰時候給我是本人媽一跪在跪。現在都不是，現在都是，你們在幹嘛？你們會不會拍啊？現在跟我問導演說，這樣好了嗎？大牌了你，非常敬業，你個大導演，對，衝出嚟，啊！唐先生嚟講俾你。皮叔先生，其實我感覺其實人吼上得動將啦，上映沒動吼，那個吼，其實詮釋方式就是你在講你幾個故事嘛，就是我感覺全部都搭配得非常的好，可是就是兩種唱歌的方式會哈，就是聽起來會比較有理有氣。如果不看你的人，會覺得會不會是40-50歲的人在唱這樣子的詮釋方式？你還動後生，感覺做得想一下，用白音撈了解構詞，讓你感音，做得就是詮釋上面多一點年輕的氣息。什麼先生？不錯，要建議很好。對啊，語重心長，阿伯跟你講啊。阿伯老建議你躺一啲啊。來，可以給他播出。可以他放意見，給播出。滿園彩布。一般都講做實驗嘅，啊，讓你做溝通嘛，你就講，你就準備嘛個字文嘛，啊，你要準備嘛個嘴詞文嘛東西嘛。結果呢？假如講呢，屍體嘅本樣啊，其實劉總指出嚟講，要將埋個資料，讓先看下，我就好，我打佢看。來，可以啊，給他播出。可以他放意見，給播出。哎呦。係啊，還有曾志怡做得好嘞，下去，好嘞，差唔多嘞，好啊，抽得嚟啊，哈，抽得嚟啊，抽得嚟，抽少來才多，你用啥講中啊？係啊，用啥講中啊？用啥抽係啊？幫他掛上彩帶兩把意見嘞，恭喜！我記得下面冇起來咯。你就做錯，係外向啊。好啦，開玩笑啦。沙下來萬言啊。沙下來係其中有先生帶來羅山歌。好，嚟彈過啦，嚟。
乡啊。天天各一方哦。舅舅你好，舅舅你好，舅舅，谁是你舅舅？哦，您讲的主持的经验，可能你主持当中有乜个拄到乜个较难忘的经验，加主持咧。嘅婚丧喜庆全部有咧，全部都包。有人啊，佢唱Andy 落去做你嘅時，佢寫成咩啲？看到佢條線有冇講嘅？哇！一開始就瞻仰儀容係嘛？嗰種。都未來嚇，有咩不習慣？最重要一點就講，捱這種產業提醒一回事。捱嘅習慣就要準備個你係捱住喺嘅工作。如果講做工得有錢賺嘅。對啦。有福報嘅。就話將就俾讓 TP 就講捱做瞻仰儀容嘅，瞻仰儀容嘅時，結果呢計起落去嘅時間呢，我落去咧，叫望一停停落嚟。哎呦，望成人嗬，唔知咧就。曬拖啊嘛嘅，即係講叫貼片嘛嘅片，叫佢屍體成幾隻面係糊嘅。哦，冇化妝啊？唔係冇化妝，佢化妝咩冇效，係糊嘅。韓國呢幾隻毛肉，看到就從骨頭咯。哎呦，因為看到難怪佢加上毛嘢落嚟看啦。唔過我係帶條嘅人喺行過去啊，成騎過去人係唔睇搞叫毛人過嚟。過嚟，叫我自己都嚟看。叫毛人停落去。冇，跟住咪就咩一 TP 咧啦。佢就講因為講一般都講做實驗嘅，啊，讓你做溝通嘛。佢就講你要準備乜嘅資文嘛，啊，你要準備乜嘅最實文乜東西嘛。結果呢，假如講呢屍體嘅本樣啊，佢就流狀指出嚟，講你將我嘅資文，我講講先看下，我講好，我打佢看，哎呦！全部下架快法，哎呀，下架老公嘅快法，係，因為按等於講言事為態嘛，聽講好法冇講快法嘛，叫你就將我咁樣，哎呦，叫沒有乜嘢，叫你菜上時間啲按法理，冇俾啪啪就菜前全部唔是把本嚟做，啊，做咩冇俾叫死嘛，講一太頭咯，叫我拿到時我就。要用個神啊！難判。不過係啊，跟住出錢嘅人啊，跟住出咗叫聽埋講就講到無記錄幾天，跟台下人講就起行來，等冇做講，我就嚇到叫發姐喺度人媽挨落台下。哦，嘅搞笑啊！就後尾就講你在貨幣市場其實呢乜嘅種研究讀得到。對。哇！特別嘅經驗。人係呢個好好嘅破中神體啊！評論天空真重要啊！對，他搞咗十幫你哈。天空啊！曾子瑜好像你有。子瑜咩有哈？有本人開嚟啊！有一擺就嫁給展覽費嘅法通啊！嗰陣時，你因為以前唔係講打嘛嘅契約啊，還有咩唔係講你嘅通話訊息，貼片講好留下來，還有嘛嘅錢咪講清楚咯。還有啲人講法非常厲害呢，就讓你霧裡看花，但是你好像有看到什麼了，所以你就答應了。嗰陣時我就老豆講，要講好咧，後來呢我就去主持嘛，給主持以前呢，給聰聰又是被廠商欺負，你看，給聰聰就講你啊，等下有個總管啊，我送來，然後你窮下就搭檔一下哦。幾隻總管啊，親好講法，你就盡量本佢講。即係嗰陣時，我就說，當好呢，既然總管按好講，我就本佢講好咧。盡量講。係記得就講，你就加發就好，因為你講聽到總管會發現哦。係就好，跟我就乖，我本佢講。當我那係叫我人我加發嘅時，我就加一下，再過來本佢講。後來呢，給發通結束了後，給錢就會飛過來嘛。飛過來個錢用誒，然後你一開始講嘅冇嘛強用咯，很查清楚呢。我就講有啲排師講，排師好，個錢係按用係冇啊記得，我就講，係啊，就按用啊。我就講，
做嘛嘅迄老人，你一开始讲嘅无嘛腔，记得就讲，我喊嘛老人讲诶，给总人讲啊，你都无老记腔下主持啊，你就硬就给讲唱小发咧。哎呦，一开始唔系你人来讲，莫讲唱到吼，系呀。哎呦，这个制作单位真的也是，鼓手来基本很说不要就是要，很坏耶。跳来。真给给唱上幽默犯爱嘞！哎呦，真做一场差一场是怎么样？唔好啦，给你下青岛嘞，给你下青岛发通嘞。好啦，好啦，冲突嘞，唐先生来讲。哦，唱几个先生。好来，中药歌，今日我谈到呀，中药歌创业的乐山歌，也上次在相当好。同适合来填乐山歌。哎呦，顺门先生。但是填来填去有多少唱流行歌？因为样板咧，佢本身就会唱流行歌而已，所以佢唱呀，佢家嘅音做起两冇差，但是又填到唱多一些咧，落去就变得。有都会变得改变的流行，流行的乐山歌样嘅。但是也我马上讲，就讲以阵地性来讲，他们讲，仲有個真是講嘅上千號，佢看也看到相當好，但是唔是講看到。超過落去就會變成流行歌去改變樣嘅啦，就流行面就會唱出嚟，真的哈，真的，因為你們那個真實比賽，你是講過按情緒嘅，好朋友真係按用講啦，好朋友互相體諒啦，真係啊！來，看一下呢中藥歌嘅分數，看一下其中有嘅分數。好，哎，你的太后娘娘都在下來咧。對啊，我在想，應該應該你現在夾雜着廣播金鐘的那種氣勢，應該怎麼才做一下而已，很難把它幹掉呢？哎呀，金鐘沒啦，我一吃到後，你 V 唔怕啦，我要中鼻之後啦，唔怕。讓給前輩嘛，對啦，你先拿獎杯，我拿獎金啦。哦，沒做對，沒做對。我真嘅咩嘅欣賞啦，我說你那 V 也不記錯。係啊，很有禮貌哈！來，登上衛冕者寶座。來，一個齊先生。哦呦，好，對。啊，欣賞唱。那這個欣賞應該做得唱到最尾啊。應該冇問題。應該冇問題。所以你看不起蕭佩茹是吧？沒啦，也不是啦。對啊，你怕他冇啦，應該好朋友呢。對，中藥老師平常善事做很多，對吧？做很多的人，還積福報，所以那種無形的都會幫他。是這樣講。對，亂講。冇有福報係真嘅。好的，殺下來，殺落嚟就係小屁帶來三個字。好的，躺下啦。小 B，
对呀，哇，这个从少女现在都变少妇了，对不对？3个孩子的妈，哎，三妹哦，看不出来，嘿。对呀，你是真传报国啊！对啊，你们讲这个电视节目啊哈，出来以后哇呀，这个经验。经历动火的呀，没有主持人，你客家天使台金钱有主持给3个节目，系啊，今日最难忘嘅一擺就係第一擺主持客家天使台嘅節目，很多快樂來唱歌，錯嘅係銀生第一擺主持按真實嘅節目，因為之前都會主持嘅廣播啊，係世界發通，古上呢。第一擺留洋嘅時間，其那個就像于建阳诶，你平常是反得很好，因為都僵掉了。對啊，子瑜跟他講嘅，我從嘅主持啦，天使台嘅主持，我從一直補話，嘅天使台就唔。做唔得講按到嘅罪字，要言簡意賅按有。我說我罪字很多啊。哎呀，你都講清楚，因為我們是後製厲害啊。後製太厲害了啊。我說我嘅兩時第一擺留洋嘅時間，一個早上吼 ，NG 30行拜，是怎樣？懂見笑誒，是怎樣？機器壞掉還是什麼？就發生乜事情？導演就給喊卡啊，就你又結巴了，做唔得。因為樣帶第一擺係樣帶，就請董聰也做唔得，也不可以做有一點尷尬的場面，卡，馬該都卡。哇，個導演那個要求很嚴格。30人拜，你看我常常也是那種老人痴呆，也是，講什麼也忘了，有冇？係啊。因為迄一撒主持冇配撒，係啊。佢係我見嘅衝過嘅節目啊。係啊，佢係隻菜鳥，真係很難過啊！將來喊油一百，喊油啊，喊油啊！哦，你真的這個球的經驗，我是球的經驗，他是超多的。很多啊！剛剛羅哥講的那個，昨天給一個喊油一百主持嘅時間，喺頒獎就歌唱比賽，後面頒獎典禮嘅時間，報名次。報第3名，第2名，第1名，跟住就報唔中，那就將你得獎嘅時間報唔出名，那好尷尬誒。得獎者不是那個哇，很油哦。而且我是要報第1名嘅時間，然後原本你拿到第1嘅黑，然後大家大家都懂嘅。冷靜一下，嘿，超好笑的。哎呦，因為那你那個應該後來也沒人找你，後來就沒人找你。我本來想說，以後可能以後完蛋了，對，結果忙哎呦，我這個製作單位怪怪的。以後可能老闆給兩次還蠻結婚嘛，沒問題，唔夠親好勢，貪他的美色呀。哎呦，哦，這種經驗哈。然後正經親好，青島親好社會啊，都是夠用嘅。啊，其他欣賞有冇？係啊，仲有欣賞有冇經驗？哦，咩有？係，我有。因為我主持嘅歌片廠嘅嘛，有擺啊，因為我哋會習慣去講，比如講啊9點假期，或者8點會到，8點之後到，咁我就喊他做，做多時因為看到家屬比如度呢，或者溝通嘛，問佢啊，你阿婆子做係樣辦啦，啊，佢廠嘅習慣樣辦，啊，對唔對啷嘅樣辦，嗰時人就講啊。阿婆哈，從咩講我哋唱日本歌，嚇乜解日本歌？只講該淘汰人，波，摸他都上，結果我就講哦好，那捋一下，個歌詞本來講，等他唔記得讓聽唱入邊就嚟，所有嘅溝通從頭到尾全部好咧，後面啊就講哦，該等他休息他，等他去開始咯，對，喂，天發這樣亮就講，我說喂。叫謝老師，他說嘿，要不然叫你他到那邊來講，我在禮廳呢，叫禮廳，他沒有啊，你沒有在現場啊。我說有啊，我就在某某廳。叫你走錯了，哎呦，你走錯了，這都噴煙呀，嘿，杭州堂咧，哎呦，後來呢，又對現場嘅當排泄，佢就講最排泄嘅一百樣天，對啊，哦，正經，對，這真的是，哎呦，其實有一擺吼，往後社會事情係因為主持一場無去救前一場金線發通哦，一太長哦，全國嘅客家鄉親全部都攝晒嘅竹筆哦，結果呢就有動頭嘅候選人出來到現場，假裝總統咩來到咧，哎呦，嗰種講。
拄啊咱可以想是哦，董好，总统落来，总统哦，总统就落来啊，几好势，我都想我，哎呀，有没有安心咧？我说咧，顺顺利利吼，我都起没有很个动线没，当动算嘛，结果呢，就很多 T4啥听啥之间，本来嘿大牛哥，然后就变成港牛胎啊，结果本来是太牛狗咩。结果就好，港牛胎狗，然后就一个太牛狗哦，很多T38就太牛狗，就是很牙醫。哦，結果當時呢，總統見到台燈就拜拜咧。哦，我就現在結束之後啊，就知道想找洞鑽了。好啦，哦，大家分享都安好嘅經驗嘛。來，從頭來談小鳳先生。譬如吼，即係講係唔要參加歌唱比賽，我哋就評審到你哈。可能係因為結婚過後講歌聲，應該上嘅唔唱歌嘅個技巧哈，真係教非常非常嘅好，真嘅係人家唱歌嘅技巧哈，你家其實人家上哈，除咗來嘅後輩時間，唔係講教人家上動量。有溜溜如rap，但是哦，你就會用那個技巧來帶過去，就知道哦，出來 M 睇嚟哈，好什麼先生啊，是這樣，來，可以睇下分數，看下小 P 嘅分數。好嘞。啊！哎呦，哦，拍攝哦，哎呦，恭喜啊！大條命咧，原來誒，好意外，真的可以加菜，好意外，是不是？好意外，我也好意外。你這個欺負前輩啊！哎，正經呢，把徐老師這樣擠掉，好不好？恭喜！好嘞，恭喜你得上衛冕者寶座。大條命接到你嘅獎金5,000元。恭喜啊！恭喜！哦，什麼記先生，恭喜小 P！ 正經秋嘛嘅。歌唱比賽，好多嘅音樂結束咗啦。好啦，你今本日吼，唐都他個分享佢個主持一個經歷哦，我相信啲觀眾朋友看到咩小孩哦，一定當歡喜當歡樂。聽錯係，係啊，安尼繼續下禮拜咩還有當精彩特別計劃哈，大家一定要準時收看你節目。冇錯。好唱歌嘅朋友咩，夾夾嚟報名。哦，記得打電話來哦，096667浪，還有傳真天馬浪22778131。好，等大家來報名哈。等打電話。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我們要多謝辛苦評審先生啊，謝謝，辛苦嘞。什麼歌比好朋友啦，吼，嘿。安子謝哈。什麼大家，加油了。什麼小天老師還有我最欣賞，辛苦嘞，謝謝。好，是摩托同仁們，是摩托同仁工作人員。好，下禮拜我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農業大擂台，農業共下來，拜拜。